後啲嘅馬匹線嗰度共同輝煌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外邊位置勁進先鋒冚咗上嚟啦，埋邊啊巴基之星咧，中檔位置有晒冷，出邊追啊魅力寶區，埋邊啊關鍵所在啊，攞出去外邊呢仲有超霸性啊，最後200米到勁進先鋒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原欄打上嚟追有巴基之星，中間晒冷亦都上緊，外邊魅力寶區亦都撻着咗，最後50米巴基之星埋邊，中間勁進先鋒外邊上嚟魅力寶區，贏馬嗰筆相當接近，埋邊巴基之星出邊係魅力寶區，兩隻馬中間夾住呢，仲有勁進先鋒，臨尾有啲力弱嘅時候，出邊超霸性亦都追咗上嚟啊！埋邊巴基之星紫色眼罩，出邊3號魅力寶區，第3呢，外邊超霸性，入邊4號黑衫黑帽勁進先鋒。終點前嗰步入邊慳晒啊！巴基之星終於出頭啦，改配備魅力寶區跑過第2，三性名好近啊！入邊勁進先鋒，出邊位置超霸性，唔係好夠位啊！嗰隻耀寶啊，姍姍來遲，好窄啊個位，耀寶一步不是啦，巴基之星。3、4名。